位早晨，早晨善學，早晨思齊。今日海面咧唔太平靜，會有大浪同湧浪喎。係啊，各位市民最好都遠離岸邊啦。預測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北風，高地間中吹烈風，多雲有幾陣雨，海有大浪同湧浪，天氣顯著較涼。日頭氣温徘徊喺23度左右，稍後逐步下降到夜晚最低大約19度。展望聽日風勢仍然頗大，有幾陣雨，初時雨勢較為頻密，海有大浪同湧浪。聽日同星期四時區最低氣温喺19度左右，新界再低2-3度。夜晚部分沿岸低窪地區可能出現水浸。今個禮拜後期天色較為明朗，日間氣温回升。記睇今朝嘅重點新聞。3號強風信號至少維持到下晝6點。詳細嘅新聞內容，3號強風信號生效，至少維持至下晝6點。教育局宣布，幼稚園同部分特殊學校今日停課。天文台話，當本港天氣受東北季候風主導，會考慮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，取代3號強風信號。喺南海嘅北部啦，有個大型嘅雲團，佢咧就係強烈熱帶風暴風神。而按照現時嘅預測啦，風神啦會喺今日橫過南海嘅北部，並且咧會開始轉向西南方向移動，會喺未來1-2日啦，佢會逐步咁樣減弱。咁除非風神啦會顯著咁增強，否則啦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嘅機會啦，都係會比較低㗎。咁而3號強風信號咧，亦都至少維持到去今日嘅下晝6點鐘。天文台話，強烈熱帶風暴風神喺過去幾個鐘喺本港以南400公里外掠過。喺風神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之下，本港今日普遍吹強風，離岸同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。受風神外圍雨帶影響，今日雨勢有時會比較頻密，天氣顯著較涼，日間氣温徘徊喺22度左右。稍後逐步下降至夜晚市區最低大約19度，新界再低2-3度。受天文大潮同風神嘅共同影響，未來幾日本港沿岸水位普遍會比正常高大約0.5至1米。澳門3號風球生效，預料喺上晝維持。澳門氣象局話，風神只係以偏西方向移動，橫過南海中部，喺澳門以南大約400公里掠過。按照現時嘅預測，除非風神採取較偏北路徑，移近華南沿岸，否則需要改發8號風球嘅機會係較低。因為近日正值天文大潮，預料晚間大潮期間，內港低窪地區會出現輕微水浸。預料今日至聽日多雲有頻密降雨，最低氣温將會下降至攝氏17度左右。